希望后一道咱的节目顶悬的时阵吼，咱就当开始吼秀出咱的通过证书给大家看。所以你若有通过，伊会互你证书就对。对啊，有证书啊，哦有证书啊，最重要的。啊，就安尼，有贵啊，哦，来你看，只哦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愈讲愈认真大家好，关边。大家好，我花是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。旧年我甲小龟有约束，讲今年吼，阮两个人要手牵手，做伙去参加迄个闽南语的认证。我跟你讲啊，开始报名前几天啊，我嘛是真正跟旧年共款去报比卷的考试。你今年嘛有报？嘿，怀疑我这道一定爱比顶道分数更较悬，甚至我要过关摕到认证。其实是安尼啦，嘛莫互家己伤大压力。但是呢，咱今年爱比旧年的成绩较好，是较进步。安尼你报啥物卷？我嘛报迄米卷。你这个。不是啊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的花西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，你竟然当报比卷？我本来我想要考 A 卷嘞，但是我想讲，安尼那像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我，因为那有讲要做伙考嘛，咱可能会做伙去考试。对啊，所以我想讲好啦，无就先来考比卷，等我读一年，明年再来考C卷。C卷足专业的呢，足专业的。你敢知咱的迄个闽南语的认证，也就是台语的认证，分做三级，都三级。A 卷、B 卷、C 卷。A 就是上介基础的啦，嘿，B 就是正阶，C 是上介专业的。咱去做这个闽南语的认证的时阵，有分做 A、B、C 三个等级。那 A 佫分为 A1 跟 A2，B 就分 B1 跟 B2，C 就分 C1 跟 C2，6个等级就对啦。也看你考出来分数，好来，甲你看你是 A1、A2、B1、B2、C1、C2，每一个拢甲你考啊那。听讲。吐写，你讲听讲你有去试一个比卷的考试？这样不简单呢，尤其是写这个部分。是，我是感觉讲吼，咱大部分的人听看讲拢较无问题。是，但是要写这个台语字吼，你爱开始进入迄个无共的语境，所以你会感觉语境是啥？语境啊。咱吼有可能有袂少的这个观众，唔知影讲考试的内容是啥。是，咱今仔日小可来甲大家介绍一下。是，咱先来讲这个 A 卷。A 卷我来甲你考，我出题目甲你考。好。第一个吼，其实咱用听的测验来举例。A 卷的听力测验，伊会有互你4个度，互你去要讲倒一个度是这项物件。第一个，请问。下面倒一张图是楚留龙，所以你即马就要知影，楚留龙就是溜滑梯。哎呦，你知影？当然，这 A 卷呢，A 卷我佫唔知，我都其实吼，阮南投在地，阮佫有一种讲法，溜滑梯也做噜噜梯。噜噜梯，嘿，噜噜梯，这是 A 卷，差不多。考的迄个程度就是伫遮，用图互你看，看这到底是啥物意思。是，嘿，过来。咱讲着就是讲吼，伊会念两个人的对话，互你去讲讲内底这一个讲的是啥物意思。吼，安尼这题我来甲你考。无，我甲你考。你嘛要甲我考哦？比卷你较甲我考。好啦好啦。好来，过过一对时，2021年就要结束咯。嘿。是啊，时间咱就去台北101，斗阵迎接新的一天，好不？好。来题目来哦。系哦。根据 A 甲 B 两个人的对话，搁爱过偌久，新的一天2022年才会到。A 1点钟，B 1天，C 1礼拜，D 1个月。所以这个题目的关键字就是迄个一对时嘛。一对时。一对时到底是啥物意思嘛？一对时就是一天嘛。一天。所以你的答案就是一天啊。为什么？对时就是一天的意思。对时就是一天的意思。该是为什么错？对时的。一对时的意思就是一天嘛。24点钟。系啦。一昼夜。嘿，对。天啊，真简单啊 ，A 卷最简单呢，所以我目睭开开，我嘛是会当。所以你若小可拢有咧讲台语的，应该这个 A 卷要考拢无问题。所以咱去考 B 卷是正确的。所以来咱进入咱的 B 这个部分的考题。哎呦，我感觉今摆你要甲我考哦，敢若真正要考试个。袂啦，你旧年都有去考过啊，咪差一丝丝啊尔，敢毋是安尼？系啊，吼。
后来咱即摆进入 B 的考试吼，我来甲小龟考哦。啊，这个是口语的测验。是。准备回答的时间30秒。30秒。问题问了，听到请回答，你就会当开始讲啊。啊，剩10秒时，伊会噔一声甲你提醒。好，来问题来哦。你去互人请，已经感觉食饱。毋过人佫一直硬菜互你，你实在是食袂落去咯，佫无想要得罪人。你要安怎甲拒绝呢？请用几句话来表现你的意思。时间30秒。时间30秒，10秒时会甲你提醒。好来，开始。歹势，我一定食袂落啊啦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我来甲你食饭之前吼，我一定有先食一寡物件，我有食饼啊、啉饮料啊，所以我即马吼巴肚皮足胀的，唔通佮硬菜互我。安尼，安尼就通过。袂歹吼，安尼就通过啊，赞吼，安尼应该就通过啊。我若是该考卷的老师，我就互你过啊。哦，你互我过，互我几分啊？就过啊，看这题几分就总互你啊。这个是口语测验的部分。真厉害。过来，一个部分就是迄种阅读测验，就是看你看有无？看有台语字无？敢晓读无？你有了解伊的意思无？安尼。好，譬如讲，题目第1条哦，阿忠甲阿明这两个换贴的感情真好，餐车嘛拢共色水。请问这句话内底换贴是啥物意思？换贴的，这么简单。好，你讲。好来 ，A 因放贴仔给对方 ，B 因有姻亲的关系，C 因有结拜的关系，D 因的车的色水真水。是啊。对啦，你唔免念细细的选项的时阵吼，你就知影答案嘛。因为换贴的，这伫你本土剧啊，啊无细说台湾嘛，迄种剧内底，定定你讲换贴的。所以伊这题是咧甲你问讲换贴是啥物意思？换贴的是啥意思？表示讲两个人感情足好的啊，像咱两个就是当结拜的关系吼。好，过来，第2题伊是要互你，伊让一个空互你，要互你填空，你感觉讲这个空？要写什么台语字，才会着这个意思。好，来，加济已经对香港甲规个亚洲地区啊，大家爱注意。请问这个空格内底爱经一个上介适合的字。这嘛最简单的。有这个 A B C D 这4个。好啦，你讲。A B C D 这4个。4个是啥 ？A 是电 ，B 是感 ，C 是流 ，D 是团。对啦。病毒加这低这。拢是团，安尼你比会过哦。会哦。过来，过来 C 上困难，这是人讲啊，职业。普罗级的。职业级别咧考的。C 吼其实吼真困难，就是讲你唔定爱看有，你搁会晓读，你搁会晓发表家己的讲法。爱搁写。想法。搁爱写，所以 C 级吼。通常拢是互专业咧做台语工课的人去考的考试。但是咱明年嘛要来挑战4级的。重点是比更咱爱过啊。对啦。袂输已经过啊。已经过去啊。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哦。今仔日我 B 考无过，我会使直接去考 C 无？会啊。嘛是会使。会啊。分数较歹看呢。安尼哦。分数较歹看。好啦，咱再讲一下题目可能会出啥物吼。好来。伊可能会互你30秒的时间准备，爱出一个题目互你，你爱读这个题目，可能你开1分外钟的时间，把这个题目读过一摆，然后开始用2分钟的时间开始评论讲你对这个议题有啥物看法，譬如讲校园内底霸凌的这个问题。所以你有对霸凌有啥物问题？伊就是用一段互你念了，你对这段有啥物讲，有啥物想法？你就爱讲出你的发表你的看法。你爱看有，你爱有想法，你搁也会晓讲。这叫做口语的测验。这是讲哦。另外一篇是搁写咧。哎呦。爱搁写咧。我会记吼，我去年考比卷的时阵吼，伊嘛有叫你爱写一段，唔免做长。你会记得你去年考的时阵的题目是啥？我袂记啊。无啦，考一项物件，你考了就甲放互袂记。考了就甲还互老师。考了你甲放互袂记，题目放互袂记。好，为虾米？无重要，那无重要，这有经验的传承啊。是啦，像你去年有去考，你今年就会使甲我讲我去年作文是考啥物题目，对无？你拢安尼，所以爱认真啦，爱努力啦。好，希望后一道咱的节目顶悬的时阵咱就当开始秀出咱的通过的证书，互大家看。
所以你若有通过，伊会互你证书的对。啊，有证书啊，有证书啊，最重要诶。啊，就安尼，贵啊，你看只。啊，未过咧啦，就开始伫咧摇摆。我已经过啦。上好是啦。啊，一道这道的，然后加做迄个中间花絮，无过的时阵就加做中间花絮，我已经过啦。哦，臭不要咧。后回这个时间继续关注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时间爱讲2分钟。时间爱讲2分钟咧。但尾若无讲到2分钟咧。啊你。安尼分数就变。你伫遐，你坐伫遐，边仔人拢一直咧讲，一直咧讲，一直咧讲，你会感觉足尴尬。伊是大家拢互你一个耳机吗？是，你坐伫一台电脑顶管，啊有一个耳机伫车，你甲挂起来，啊会当录音，啊你会当去试看你录音敢录了敢好。哦，所以你去考试的时阵，你是伫一台电脑的头前，是，啊你要家己操作哦。是，这是口语测验的部分。嘿，朋友，台语今天当伫 Podcast 嘛听会到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旁边，我林小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认真，互你台语愈讲愈认真，耶！